丑。还不别呢。他们都不会睁眼睛的是吧？嗯，对。在线儿上。嗯。妈妈，有时候我把鱼都咱们耗一只，他耗你介意？他们的脸型都一样。不介意，如果你不介意 ，OK。那我先说你不介意，咱们可以耗一只，太棒了。脖儿最长，哦。最短。母追鹅仔是鹅仔锅的，哪是锅的吗？哎，生下来这个毛就真长啊。嗯。你看花毛多长，那还提着。你躲一下，我用是狗躲一下，躲一下。一开始我给他拉进来，我家我医生都在那儿了，家着我瞅着，我在玩手机呢，我看着他拿抓着那开始拿我的医生往快队闹了，我赶紧就给医生拿了，拿完了一摸票的，拉了线儿了，我这找过去。哦，自个儿也上那想知道那个要找地方啊。